生不是每件事都圆满，出生老去，病痛死亡，想留下的慢慢走远，原来痛苦不是我的错。爱会分离，愿望会落空，心里总有说不出口的咒。佛陀说，这叫做苦，不是惩罚，只是柔实存在。我以为是世界让我受伤，后来才弄是我一直强压，看着不变，怕失去一切，一念之许，让苦不断延续。不是命运在追我，是寒季是在推我，一年一年变成苦的思念，把我留在轮回里。为求生，问这双死地方，徒生老病死，让我先知悉自己的苦，知苦断机，正灭修道，一步一步走出轮回路。为求生，问这所是死地方，徒生老病死，不是为了炫耀道理，只是让这颗心不再被生老病死拖走。如果有一天心不再渴求，不再被抓住，不再被逼走，佛陀说那不是逃离，那个状态叫做涅槃。不是消失，也不是冷漠，是心终于不再被伤害，空苦之息，世界开采，我却第一次真正自在。若太仔细，苦就窒息，这不是想象，而是可能。佛陀指出一条中道，把正道走得清楚，等辩证思维，让方向清楚，等于正业正因，让生活安住，等精进正念正理，一步一步走出痛苦。为周山问的说是此地空，徒生老病死，这条路无畏伟大，只唯一的人间的苦在手。